你好，今日我介紹一個海富中心靚裝修又有山景嘅單位去睇睇啊！單位建築面積1900幾平方尺，有一個都幾大嘅會議室啦，望到成個金鐘嘅景色，仲可以望到老襯亭、東半山嘅景色都唔錯㗎。有兩間房，其中一間老闆房呢，就望到成個太古廣場啦，同埋灣仔山景個景色，非常之海洋。而大廳嗰面窗呢，係望到會展啊，同埋成個園景都非常之好開揚、好闊落。感覺好舒服㗎。如果你有興趣想睇呢個單位的話 ，call 我 L 不關啦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啦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